傅，这位就是包大厅包村长，他应该知道黄一佐这人。看着的确眼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村没这个人。你耍我？再给我仔细想想。哎呀，谁叫我老伴走得早？他在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是他帮我记着的。原来如此，那我有办法了。哎，如果他在就好了。大婷婷，哎，多久没人这么叫我了？难道你是我的小秘密？大婷婷，我好想你呀！老实说，我死的这几年，你有没有背着我再婚？哎呀，我哪儿敢呢！口说无凭，我今天就要来试试你的陈年老酒。小秘密，多年不见，人家羞羞嘛。师傅这法师也是蛮拼的，我还是到屋外静候佳音吧我。耶，师傅，完事儿了。略施小计而已，把他老婆的魂魄招来，上了我的身，3下5除2，就让他彻底开口了。大师，代我向小秘密说一声 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? Your skill as good as before. 哎呦我去，这一晚上学分进账了。要是当年我知道江湖有这门道，那新概念第一册肯定就考过了呀。大师，我明早带你们去找黄一佐吧。今天有点晚了，你也累了。No 泪 no 爱 ，Have a good night。这个坟头是个名叫史小佐的，但据我所知，其实这个史小佐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黄一佐。这个坟头土质疏松，必定有人动过。现在就凿开它，底下必是一座空坟。哎呦，惊动死人了呀！别慌，我就是要会会这下面的仇家。来得好！这是什么床？这里是哪里啊？凤宫？你们不是村里的矿工吗？这是在盗墓吗？我们是挖你煤能源公司的，挖了749天，一不小心挖到这里来的。话说这下面可是片大煤矿，你们拿来埋死人实在太可惜了。来，挖你妹呀！哎呀，现在都被你们这群大自然的拆迁队给毁了！哎呀，敢动手，老小子不想活了你！你以为煤老板光有钱就好欺负吗？对，干他！兔，干他！你想混了？敢动我的人！孙老板，孙总，这位啊是当代玄学大师黄九叔，本事啊大了去了。别想诓我，有本事给我算上一卦。外面小蜜缠绕，家中公粮难缴，污染环境被曝，公司眼看要倒，排位总欲逃跑，队友挂机淘宝。准！大师啊，大师果然有一套。刚才是我有眼不识珠穆朗玛峰，多有冒犯。以后还请大师多多指点，以解千愁啊！好说好说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的功成受阻是必有原因的啊！我问你，这段时间山上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啊？哎呦，多谢大师相助。奇怪的事情嘛，哎呦，老板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哦，对了，最近在乱葬岗那边突然来了个什么 M 国转基因什么研究所，搞什么高科技研究来着，硬是包下了几十亩地啊！我出高价拆迁都不肯让步，肯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快带我去看看。谢谢你了，小狐狸，救了我和李雪一命。身上的伤也因为你的照料几乎痊愈了，并且好像比以前更健硕了一些。但有些
些事因我而起，还是必须得由我来做个了断。小二哥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小狐狸，你说的对。既然我选择了使用神鬼七杀令去守护，那么我就应该相信自己的选择。所以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犹豫了。呀，小二哥哥，别去，危险！再危险我也要。那里有机关。这什么呀？对不起啊，小二哥哥，我是怕你伤还没好就到处乱走，所以设置了机关，想限制你出行。你这机关哪是限制我呀，分明是想取我的性命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奴家下次换个机关就是了。去，还有下次啊！但小二哥哥，奴家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找到了左道人的准确位置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你看，因为左道人深居简出，肯定没有什么正当工作，但养尸需要大片土地，现在地税那么高，分分钟被教做人。那么目前坐在家里就能赚钱的最好办法，当然就是淘宝开店啦。然后啊，我就在发货地点和商品卖家中寻找左道人的线索，然后就发现了这家店。只要5元测你姻缘，买5送1，后宫开启。店里还卖一些特别灵验的辟邪物品等等，这可不是凡人可以做到的。但发货地点范围这么大，怎么知道它到底在哪儿啊？现在的淘宝卖家啊，都有自己的微博营销，所以我找到了他店内的微博链接，翻阅了他之前写过的所有微博。哎，你看这条，就是我们那天和他遭遇的地方。他取名石小左，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实名。然后啊，我终于在他的微博记录里找到了一个可疑的化工厂，我想他一定会在那里出现的。不好，好像留得太久，失血过多了。小二哥哥，你挺住啊，奴家这就为你加血。我是村长，快开门！开门！简单，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强拆吗？不怕我自焚吗？我们是政府派来的，现在怀疑这里非法研究转基因实验，所以要对这里进行检查。好啊，那么就都进来吧。哼，看到人多就学乖了。小心，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这是研究所的仓库，都打开！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？转基因物质是有毒的，我现在不能打开。哼，打开吧，转基因食物我们天天吃呢。啊，什么声音？外面大门被锁上了。你们不是那么想看吗？那我就让你们仔细的检查吧。好重的阴气，这是……出来吧，宝贝儿们！